Hello， 大家好，歡迎各位來賓、傳媒朋友，歡迎嚟臨就係法國聖馬士全新 Master 系列嘅發佈會。法國葡萄品牌嘅聖馬士咧，其實咧致力咧係傳承咧法國嘅葡萄酒文化嘅喎。咁為咗俾本港嘅美酒愛好者咧更加深入去了解咧葡萄酒嗰啲獨特魅力咧，法國聖馬士咧就將全新嘅 Master 系列咧引進咗香港。大家嗱，今日幾款酒都喺現場，大家不妨一陣間咧，真係去試真啲。點解古生話呢隻酒真係好飲喎？係真嘅。我哋都要多謝法國聖馬士，佢哋對我哋妙傳集團嘅信任。咁嚟緊，我哋將會全力咁樣去推廣法國聖馬士呢個品牌。咁我哋亦都好高興咁邀請到男神啦，古天樂古先生作為我哋嘅品牌。首先好開心同好榮幸啦，可以成為法國聖馬士嘅第一位亞洲區嘅代言人啦。咁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下我對呢個品牌嘅欣賞啦，同埋呢個法國葡萄酒嘅文化。吸引到我就當然一定係佢嘅品質啦。頭先品酒師 Peter 應該係詳細介紹過。係。但反而我覺得最觸動到我嘅係愛馬仕背後嗰種釀酒嘅熱情同埋佢背後嘅故事。有時我覺得品酒啊，最緊要都要品埋佢背後嘅故事咧，咁先係有意義嘅。尤其是我自己都好中意飲酒啦，咁今次我特別中意聖馬士嘅有一隻Master 1231啦，因為佢果香夠濃啦，係啦，又有層次感。One, two, three, cheers! Congratulations! 祝願法國聖馬士旗開得勝，馬到功成。大賣！好，飲杯大家 ，Cheers！ Cheers！ 恭喜晒！